上，把自己最帅的眼神拿出来，非常年轻。哇，模特名模真的红灯担当 ，rapper， what's up man？ What's up？ Thank you. Gentlemen. 来，再去打招呼。帅哥，不用走。The boss。最美丽的笑容，我们德库的真正的王子啊！谢谢。马上结束了。Yo, what's up, man？ 帅哥王子。立体速攻那个吗？看脸，我一定要加。哦，真正的就是穿衣，就是王牌在这儿来，王牌露个脸，王牌露个脸。哦，只能露脸啊，只能露鼻子，嘴巴不能露。来，最后给我一个。我还以为你要拍我，你要给。我要解释真正